主啊，我们呼求你，恳求你的圣灵更多的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恳求你亲自来吸引我们，帮助我们来认识你。一粒麦子，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不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就是它自己。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子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一粒麦子，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无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就是它自己。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子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，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，世上生命必凡的生命。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，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一粒麦子，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无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就是让这个歌词成为我们的祷告。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子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向我们的神说，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，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，世上生命必凡的生命。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，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如果你还不知道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心意，还不知道神在你的身上有什么样计划的，我们向神说：主啊，求你赐下你的话语，赐下你在我身上的命定，对我说，告诉我，主啊，你要我在身上成就什么样何等美好的计划。如果我们现在是在服事当中，你可以向神说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更多的顺服在你面前，更多的谦卑在你面前，让我的服事不是靠着我自己，不是凭着我自己的心意，乃是寻求你的心意。主啊，你要我怎么做？如果我们现在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个困境，无论是工作、课业，无论是感情还是家庭，当我们不知道怎么跨越的时候，你向神说：主啊，赏赐我力量。主啊，从你那边赐下从你来的力量，帮助我。主啊，你的圣灵亲自来引领我，帮助我知道我怎样来胜过这些困难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主谢谢你。主啊，求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孩子，主要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每一个服事，主要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环节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不足够的人，但主啊，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。
主啊，我们知道我是何等微小不足够的人，但主啊，求你亲自赐下你的力量，主啊，亲自赐下你的圣灵更多的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更深来渴慕你，主啊，你圣灵亲自来吸引我们来认识你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求你垂听每一个在你面前恳切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垂听每个在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，主啊，来帮助我们更深来认识你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主啊，求你圣灵亲自来吸引我们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更多，主啊，你圣灵更多来运行，哈利路亚！主谢谢你。呼召如此崇高，呼召如此崇高，种子何等渺小，定睛标杆之好，比见神的荣耀。呼召如此崇高，种子何等渺小，定睛标杆之好，比见神的荣耀。我们更多的回应神。呼召如此崇高，种子何等渺小，定睛标杆之好，比见神的荣耀。主，我愿意，主，我愿意，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，是将生命平凡的生命。主，我愿意，主，我愿意，主，我愿意，放下自己为应得的权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主，我愿意，主，我愿意，主，我愿意，在你的心里更深的回应神。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，是将生命平凡的生命。让这个歌词不仅仅是歌词，更是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吸引我们。更深的委身在你面前。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，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不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就是它自己。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用尽，就必结出许多子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是的，主啊，谢谢你拣选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得以来服侍你。主啊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能够委身在你面前，得以来亲近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凭着我们自己，也不是因为我们配得。主啊，乃是你亲自用你的心，用你的爱来拣选我们来服侍你。主啊，谢谢你。我们祷告不完全，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。